使徒行傳10:34節樣講到，呢個彼得講嘅，實際上我都分明了，呢上帝冇分別對於兩種人類，嗱，而家嘅上帝冇分別本世間裏嘅人類，使徒行傳10:35節樣講到，兩種人啊每個民族如何，來要遵從佢，依靠佢嘅真理嘅人。上帝合意對佢，意思嚟講咪啦，兩種人類、兩種民族係要依靠上帝，係要相信上帝嘅人，上帝合意對佢。嗱，所以是假設係相信上帝，嚟相信佢嘅真理，咪人要相信佢啥，得到佢嘅恩典。使徒行傳10:36按樣人講到，也就係佢嘅翻譯。佢喊傳出本兩種人和啲兩種人和分明，就係乜嘅呢？就係佢嘅翻譯都係傳一個平安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本兩種人和得兩種人相信啲，得到佢嘅平安，得到耶穌基督嘅恩典，就係佢嘅平安，也係要得救，心中你得到平安。嗱，特別得萬人依靠耶穌基督，萬人相信耶穌基督。得到佢嘅恩典，得到佢嘅平安，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，能夠進到天家，กับ上帝強下，阿門。